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美酸甲蜜甜。大江的舞，爱下落舞，做伙来舞，音乐才舞。大家的舞，音舞情舞，换你来舞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，我两千八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的老的节目。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错，搞看让人知。一定食海产，我也想摇滚。对，因为这是一首朋克的歌啊，朋克就是有一种向前冲的感觉。莫家己结婚，莫家己结婚，财产随你要安怎分哦，莫家己结婚，我会帮你洗内裤。这个朋克乐团就是爱写一寡对阮少年人对社会、对生活的一寡看法。我是一个无路用的后少年，大江日酒吃薰，浪流连，天龙笑啊无你来读册。我是谈一嘴诗，听一段音乐，咱的语言有味，咱的歌有芳开。台语歌有绵软过日的汗水，啊嘛有厝边头尾这种的人情味，就亲像生活内底满世界充满气味的声音。欢迎收看海味61号。大家好，我是索爱克，一个做料理一定爱配歌听的总破塞。啊，伫我咧煮食的时阵啊，定会拄到迄种人吼，伫遐咧嫌讲啊。你这出煮甲伤咸啦，还是伤正？我就是感觉家己要伊的口味上重要。啊，做音乐嘛是同款咯。有人较介意迄种轻声啊，豆豆唱出星光底的艰苦。啊嘛有人介意迄种大声发出来的热情。唔免管别人的看法安怎。今日咧，就来加啊问大家看卖哦，你敢唔敢做一个自由的人，做一个唔免管别人目色的人？行，请教一个，你是伫遮咧表演还是杂耍特技啊？哎，你安尼做来啊？你感觉做家己介意做的代志，上困难的所在是啥哈？真济啊！有甲我念过，毋过爱嘛是爱考虑到厝内底迄个平时的状况安尼。这边怎讲？这就是有代志就是处理代志啦。阮嘛是非常拍哩。哦，你妈妈嘛是拍你啊！啊，你感觉上快乐的所在是啥？你安尼做家己介意做的工具。有人喜欢你的东西，同一个频率的人就会靠近彼此。啊，是怎样培养这种自信哈？就是这边爱去运动啊，像每当啉酒啊，拍里头安尼啦，拍里头。嘿啊！今日若是一个较无自信的人，你安怎甲鼓励哈？我来带伊去来看看，看这世界有偌大呢，台湾偌水。你要帮伊出机票。无啦。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组乐团呢，叫做酱酱。这个名足特别的哦，到底是倒位咧酱呢？我听因的歌的时阵啊，就想讲要对因的旋律，做回来跳，做回来嗨安尼。若无当规身躯都会酱啦。啊，因若嘛用台语唱出，我感觉足实在的声音哦，互你会当好好啊面对你家己。先来听酱酱的第一条歌，莫甲伊结婚。我算着蛇的身躯当去厝，80年路无变了卡冰水，徛伫路口迄张凉凉。讲定义我这种，虽然条件不好，啥物拢肯做。一通电话，甲万字走走，莫来计较，巴掌看好出场。拼音拢传遍遍哪里才讲？
说到尾啊。欢迎啾啾 Tico 来到现场，跟咱做伙开讲。第一届听到恁的团名啾啾的时阵，我就咧想讲，这个乐团到底是咧唱什么款的音乐呢？一开始拢想无，啊，不过拄则听到恁表演迄条《莫甲伊结婚》嘛，对无？我就马上会当了解啊，就是迄种愈听愈有迄种心肝底揪起来，想要跟恁做伙跳舞的感觉呢。今天就欢喜啊！当初是谁予这个团名的？是阮号的，不过阮号迄贝斯手来介绍一下。系啊，阮感觉唱是就一个就有趣味的感觉。有一句话叫做“人伫个比赛的时阵，该鸟就伊嘛是会笑”。所以开始的时阵呢，阮希望讲，有人啊袂顺的袂顺啊袂爽快，看到阮的表演，听到阮的歌，就像亲像阮家鸟就共款，互伊笑起来，会当继续往前行。哦，就是一个较趣味的名呢，无想讲说遮有意义呢。嘿啊，炒出一条歌啊，恁的灵感是为生活来的吗？我感觉听快是一种较轻快的 rock， 啊，不过恁来去看歌词啊，是不是有人去用放散，有人去用扯下以后，咧纠缠对方的感觉？对，因为这是一首朋克的歌啊，朋克就是有一种向前冲的感觉。啊，迄当时阵，GZ 就有想到讲，这敢若是走，伊就想到迄画面就是走婚的迄画面。走婚？嘿，对。你有去用走婚过吗？要无你的机会啊！啊，袂拄着的就对了。袂拄着啦，嘿。小拄会着。小拄会着。啊，当初是什么款的机缘，互你用台语来创作安尼？因为我感觉恁唱的台语我拢足有味的，足下味的安尼。咱为头一首作品叫做《牧羊人的报仇》，迄灵感是源自一场台中的迄火灾的新闻。啊，迄当时阵就是用台语，因为迄语感会较合味安尼。啊，后壁就会开始想讲，台语足好耍，因为有真侪迄合音。譬如讲，莫甲伊结婚这首就是有莫甲。加英文的买假啊，连起来斗起来就趣味的。那华音呢，就是人讲的谐音梗对不？对，买假伊结婚，买假安尼。哦。这什么意思？你就是想要看到人有这种感觉对。其实安尼讲起来，咱才有缘的呢，因为恁第一张专辑嘛，才拄发行呢，叫做什么名？新人料理亭。
就是拢咧讲食的吗？迄是一个料理店的感觉，就是你入来啊，阮有足侪音乐，你会当感受，有咸的啊，有甜的啊，啊有酸的啊，有咸的安尼。我要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吼，若有讲有机会啦，会当互我出一道菜互恁食，出一道宵夜好啊？你会希望讲我会当煮啥？你想要食啥吗？你即摆会当点菜哦。牛肉面，你半年要食牛肉面，这重咸。好食。我小可较爱食泡面加两道啊。泡面就好啊，对我才轻松着。啊，你是毋是？伊的泡面爱加凉虾。凉虾泡面，知影做享受哦，少年的。我感觉你拢改即个淡薄仔咸的气味呢，因为你说来要表演这条歌，就是叫做咸嘛，听起来就是真像迄种遮水气的、足咸的感觉。咱来欣赏一下。好。所有的人嗨起来，无人有演出来，哪个民主抗敌对？对俩手土豆长腿，恁就生出使了一堆无法度控制，让恁后规矩卖着吹啦，看我怎做到嘴开花，是树头嘛无剩偌多，石头脚无触电，才会讲付出真多。来是目屎飞袂离。我才好奇讲，到底是什么物件咧咸哈？是目屎咧咸啦，还是我的人生咧咸？伊就是有一个导演有讲，导演嘿，导演就是有一个画面，想要互伊安怎一直食盐啊？还是某幼人的时阵有一个画面，伊是食一直食盐，啊，甲咸这首歌有连结，所以阮当位个就是一直食盐的。会食到足侪盐的安尼。伊规支 MV 内底一直咧食盐啊，真诶互伊盐。因为迄盐是伊的财产，啊，伊迄牧羊人就是为着迄只羊，甲迄盐，就是为着伊无盐嘛，伊就要用伊的羊去换。哇，拍这支 MV 嘛，无好赚诶，就歹赚，就歹赚诶。
啊，恁团内底算，我感觉恁两位是台语较认真嘛，对不？嗯，阿母平常时较少练台语吗？我台语就袂咧转啊，毋过就是加入这个团以后，我有学一点仔台语啊，亲像迄个了然。了然，加更雷啊风，更雷啊风是啥？我冇听过呢。就是莫甲伊结婚内面去句歌词。更雷啊风是啥？更龙卷风，迄就更雷啊风，伊莫下我的心内面有迄雷啊风在更。因为更雷啊风听起来若像 pasta 还是啥，若像一款面会当食的。我袂记你考一下吼，你敢知影咸其实伫台语内底佫有荡生的意思？荡生是啥？荡生是啥？你敢知影？唔知，我们在小气。嘿，荡生就是你唔敢开钱啊！你这个人真正就荡生的安尼。啊嘛是会当讲迄个人足扣价。啊，你都学一个。我想要跟你拍婆啊！学这袂人的。嘿，其实有当时啊学一款语言啊，都是学一寡较生活、较趣味的事开始，安尼就算较正常的啦。啊，伫恁的歌内面啊，你敢有感觉到？用台语啊、华语啊，还是英文写歌有啥物分别无？有啥物分别咯？伊就是大一种语言拢迄个 tempo 拢无共啊，tempo 甲氛围拢无啥共款。啊，有的歌就适合迄，有的歌就适合这，所以就我写歌的时阵，我嘛无规定讲一定阮的歌拢一定爱台语，啊，但是拄好大部分的迄乐曲编曲拢最适合台语的。甲节奏，你头我讲 tempo 嘛，啊节奏较紧的歌甲慢歌用台语写起来，敢会无共款？这都爱问伊看较紧的歌用台语唱，有淡水啊较喘，较有气势。你少年人就介意唱这个语言呢？为什么？因为阮的音乐就就喘。敢会安尼讲啊？较慢的歌，譬如讲新讲，伊就是嘛是用台语的，因为台语有一寡迄。有一寡感觉用台语的语感来讲会较适合，较合理是不？对，较写起来安尼理才会对。较有亲切感。啊，佫有发现到讲啊，其实伫恁的歌词内面有遮侪，我感觉足对路的、足水气的即寡俗语，你敢有想到啥物较特别的？水气的俗语，我还是较有感觉的，挑骹练喙鬚。你即摆就是咧挑骹练喙鬚哦。啊，若较有感觉的，敢有？花家，我就介意花这个字。有啥物？花家是啥物意思？会当解说一下无？花家就是有一寡有一种照顾这个家的感觉，啊，用花的啊，甲花起来就是足负责任的感觉。足负责任的，都是亲像一个乐团，大家拢做伙来花家安尼。对。一人一个跳啊，花一卡。最重要啦，感觉足忝。做回拍拼。你做回拍拼。哎呦，做回拍拼哦，大家现在较骨力咧吼。啊，伫节目的最后呢，你会带来一条我感觉足有在地气味的歌，叫做《新港》。啊，这条歌是咧写恁的故乡吗？还是对爸爸妈妈的思念？新港是我的家乡，无毋对。啊，这就是我骑车返去厝的时阵，啊，就有一个灵感，想要甲即摆的新港甲记录起来。所以内面有讲到田，啊嘛有讲到铁工厂安尼。啊，毋过对我家己来讲，这首歌毋那是咧讲家乡，嘛是咧讲人咧大汉的迄人大汉的时阵会有足侪矛盾甲挣扎。because 人生就是干那有一摆，毋过你有你家己的梦，但是父母嘛在老，你嘛想要陪恁父母安尼，所以爱好好啊，把握当下啊，珍惜即马有的物件安尼。哇，讲到足有道理的，感谢啊！举例咧，你有啥物感觉无？我是因为这歌词内底有写到铁工厂这三个字。我听起来是感觉足有共感的，因为我高中的时阵就是日时伫个工厂做工课啊，当时搁去读册，伊是嘛足忝的啊，迄当阵环境嘛无讲介好，啊，有当时啊去上班的时阵，就是心情无好啊，面拢臭臭安尼啊，啊，师傅拢会甲我问，啊，我就甲讲我心内的代志啊，一三个，啊，有一天吼，伊就甲我讲生活就是安尼过，无要安怎，啊，我迄当阵听着其实感觉足压榨的，啊，但是我大汉了后。家己经过足侪代志，
了后，佫想到即句话，就知影讲我较早拄到的遐个无爽快的代志，伊其实嘛拢拄过，迄就是查甫人的背影，嘿，就是安尼。感谢你甲咱做伙分享安尼，我感觉家己嘛听有遮有感觉的，嘛是爱到后壁来嘛是爱靠家己拍拼啦。Yeah, that's right, man. 哎呦，其实会当发现到讲，恁足侪歌啊，拢是为恁生活内底的经验甲记忆写出来嘛，对不？那最后咧，来做伙欣赏这条《心讲》。我顺着蛇的身躯倒去厝，隔壁是压积开的天公场，家海的金金声陪咧着唱歌，做家敢是才到厝来看，我顺着蛇的身躯倒去厝。路无变了较平顺，徛伫路口迄丛凉凉树仔，已经等无囡仔来挽啊。爸母老啊，囡仔拢大汉啊，决定要搬去市中心打拼，册读悬啊。沙岛啊，因就亲像每一个大人，心肝阁大一个无要大汉的少年仔，也阁想要伫遐咧大声唱、大声喊，什么代志拢无要紧啊！因为音乐嘛是安尼哦，我感觉听起来就是足直接的、足粗细的，拢是咧对社会讲一句，我就是傲少年啊！若是你嘛想要做这款免管别人眼光的人，这条歌就是替你唱的。先来听沙岛的第一条歌《傲少年》。需要你，你无你的身边，我拢不能去。大江需要你，大江需要你，我对你。
你做伙念天天。少年人找无工课啊，找着嘛拢做袂落。少年，即马阁无啥改变。一个人行着黑暗的社会，同人的头壳甲靠地，细小的生活，身躯无完身，甲要叫甲。我问你最近过了安怎？啊，你讲还袂死，毋过食袂饱。我想要日子爽爽啊过，无想要全夜市的烧仔火。我想要有后老母老爸，无想要你的臭钱，流汗甲流血啊！我是一个无路用的后少年，逐工啉酒吃薰拢榴莲，因拢笑我无你咧读册。我是一个无路用的后少年，我的梦，我的机会，问题，搁不知伫对。报仇要落在你屎。妈妈，你讲我世人故事不改，一世人跳倒摆，死掉的老爸敢无人知？欢迎沙豆，这应该是恁第一摆吼，来到咱海味61岁的舞台啊！先甲观众朋友介绍恁家己一下。啊，恁当初哪会获这个名哈？我感觉足特别的。因为阮这个名就是对阮来讲是一个品牌安尼。嘿，亲像讲到跑车，你有名伫个脚内底，还是你讲到什么运动的物件，你就会想到一寡牌子安尼。对阮来讲，这个名就是这个意思。嘿，讲到
讲到，讲到乐团，讲到音乐，袂歹哦。对，受到阮这个乐团，阮这个名，所以要安怎念拢无重要。嘿，拢会使。好，感谢啊！恁曹操第一条表演的这条《傲少年》啊，我感觉听起来就是足青春的啊，哪像恁描写一寡无甘愿的这寡少年家的心情。啊，这条歌是安怎写出来？你有感觉做青春的？有，感觉足青春的，我足介意的啊。淡薄仔小小，安尼大声滑，我感觉听起来足爽的。啊，你是安怎写的？你感觉做爽？我感觉系你要甲我访问对？就是因为你的心内底，我这少年呢，有一寡对社会无满意的所在，有一寡生气，因为我煮啥物啦？来阿当，无啦，你我煮细汉，煮细汉啊，今嘛拢无欢喜，唔是啦，拢无感觉我是一个傲笑的。你哪写这条歌哈？因为阿当知啊，我讲好啊，这条歌写都写出来。迄是阮之前的经纪人的，叫做阿嘉，这条歌就是咧写伊。因为迄时阵，单用的这个生活吼，可能有行到一个状况安尼。伊感觉讲咧，这个朋克乐团就是咧写一寡对阮少年人对社会、对生活的一寡看法。不管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的所在，还是有啥物想法，阮爱家己写出来安尼。阮迄条歌的主要的，就是咧写伊这个人，因为迄个时阵伊听下了，感觉讲你咧讲的人就是你家己嘛，阮就甲写出来安尼。所以你写这条歌是淡薄仔咧，甲恁这个朋友阿嘉考试一个是毋是？嘛无考试啦，就是有啦，就是大的考试。哦，恁第二条歌表演的叫做就是杀着你，拄听起来哪像亲像是真歌咧，是有人兴准是安怎？那会写这条歌出来？迄个时阵伊咧上班，伊的工课是咧做影像的，因为伊的工课的内容咧是一寡爱情的电影，所以有一天上班到一半，伊就是因为伊会直直看到嘛，伊就有一寡情绪，迄个时阵。伊家己嘛有一寡感情的代志，可能已经要行到尾路，要差不多啊。伊阁有看到迄个物件，伊就一寡感想，伊就甲写做一条歌。伊讲的迄个感觉就是像讲，若有一寡动物啊，已经生命已经差不多的时，就是去找，可能边仔找一个芳，甲家己藏起来安尼，已经要家己差不多啊，迄款感觉。甲你美起来，甲你美起来安尼，豆豆唱这条歌出来这种心情，对，我唔知影这悲伤着呢。讲了就好诶，谢谢，感谢，等下，互你肯定，感谢，你唱还要变。
我想借问一下吼，我感觉甲即马访问无共款，即马讲台语淡薄仔困难啦。啊，毋过我听你的歌的时阵，我感觉你台语才好的呢，你的腔口啊，你用的迄寡字啊，拢才正办的。啊，你是安怎去学即寡台语的哈？即寡词是安怎写出来？我爸爸是外省人，我妈妈是台湾人。台湾人。我妈妈生气的时阵，就会教我讲台语，毋过我讲听无。安尼要安怎？伊讲卖了啊，卖甲你啊安尼。嘿，我甲伊讲，我没有抓你。我听无，你就甲这放入你的歌词内面。伊就生气，甲你骂。class，哎，伊就做生气，做生气。更俩讲，笑起来。嘿，伊就俩讲啊。啊，毋过我会当感受到啦，因为陈荣你是一个遮充满爱的人，这应该嘛是因为恁厝内底有互你遮侪爱的。无，当安尼讲，无，你是安尼？我厝内，跟我想的无共款。阮兜无爱，我的爸爸甲妈妈伫个我细汉的时阵就离婚啊，嘿，离婚开啊，对，就准拄煞。所以我的。来，伊讲伊的梦想嘛，我的梦想，伊的理想，就是一个做一个好爸爸，做好爸爸，做一个有爱的人安尼。因为我看到的世界无爱，所以你颠倒头，你想要变做一个足有爱的人。这是我的梦想，我的 duty 理想。啊，我感觉恁的歌啊，听起来都是有。敢当安尼讲诶，淡薄仔搞怪，然后较趣味安尼。啊，上尾这条恁等下要表演的小情小恶，是咧讲啥款的故事？小情小恶是我看我的真正，发生什么代志？看袂落去啊！这严重？伊骗一个查甫的钱，骗一个查甫的感情。我看了就生气哦，所以是咧写较无好的代志嘛，因为一般是讲小情小爱，啊，不过你这是小情小恶，嘿，你就是咧讲恁这个亲情，还是讲恁这个朋友做过的代志？我感觉伊这款代志的心中无爱，嘿，有一句我特别写迄个查甫心声，就是我是腿啊！你都大声甲画出来，我想要甲迄个查甫讲，wake up， 醒来啊！啊，就爱醒起来啦，醒起来。你想要讲我惊死哦？不管恁的囡仔拢有安怎讲，感觉就有恁这个洒脱家己的美安呢？啊，你会安怎形容，还是安怎看恁家己的囡仔？应该是讲阮拢无啥物介意去讲哦，即个阮的音乐是一个啥物款的风格，一个感觉啊。迄拢因为每一个人听每一个人的感觉其实拢无共款。啊，我感觉即个部分应该其实是做音乐趣味的所在，所以阮拢袂去讲阮是啥物款的音乐安尼。哦，即个物件是可能是恁是大家听歌的人，伊是安怎感觉？阮感觉就是一个好的代志。你希望你的听众朋友看到沙岛，感觉是哦，有遮侪无共款的可能，听因的歌拢就欢喜，就趣味安尼。拢会使，就是每个人拢有无共的感觉。人一定爱。几个你？阿当，这时阵唔知你要讲啥。阿当拢有。了解住。人袂当无家己的想法，袂使无思想。哦，你想要嘛甲大家讲，你会当做一个较特别的人安尼，有家己的想法。每一个人拢是特别，每一个人拢是 number one， 都是家己的第一名啦，免做别人的第一名。恁顶一届发片一定3档以前啊，啊刷来到无应该啊，
无应该伤久啊，是毋是？啊，伤久啊刷来有啥物计划无？阮今年有一款歌在准备，别做啊，嘿一定在做啊已经在做啊。啊，敢会当知影，敢会当搁讲较济。今麦都袂使讲，即马这个袂使讲，哎呦你互我期但是待哦已经准备一半以上啊。是一张专辑还是？是一张专辑。哎呦，名叫大后悔。一般讲到后悔啊，认为一个较切心嘛，较艰苦。啊，毋过你加一个大字伫头前，感觉若像咧讲笑话咧，感觉就是较好笑安尼。就爱笑笑啊，看歹代志。啊，你的心情是安尼。好，我也一直期待恁的新的音乐安尼。啊，今日嘛感谢沙豆来到咱海味61号，咱最后呢来做伙欣赏这条小情小恶。相爱容易，相处够欢喜，虽歹无地比，爱着较惨死。你的厝边拢知影，我想要做恁家的女婿。Baby， 你今暗晡你咧倒位 ？Baby， 你搁安尼好啥欢喜？妈呢，到底爱开偌济钱，会当买着咱的爱情？大工需要你，大工需要你，你无你的身边，我拢搁袂记。大工需要你，大工需要你，看船你下地树你当要接受，甲你做伙念天天。你讲你真情有一个人，即摆是一个查囝。我答应要为你打拼，为你搏命。你讲你足久无安尼幸福的感觉，谁不知影？谁不知影？谁不知影？我是对呀。我只有爱情，我只有爱情，我只有爱情，我只有爱情。大工需要你，大工需要你。大工需要你，大工需要你。看船你下地就你人在接受，甲你做伙，甲你做伙。大工需要你，大工需要你。我只有爱情。大工需要你，大工需要你。我只有爱情。大工需要你，大工需要你。我只有爱情。大工需要你，大工需要你。看船你下地就你当要接受，甲你做伙念天天。今日呢，听到酱酱啊，搁有沙豆，这两团的音乐拢有一种自信的力量。酱酱呢是因较特别的态度，唱出因读起来的想法，互你了解谁才是家己的主人。沙豆呢，因是因无修饰的言语，啊，搁有表演，甲你讲啊，我就是一个傲少年啊。
不管是点睛还是鲜花，这拢是真心，这拢是自由，这就是台语歌的力头。我是沙爱克，海美61号，再会，拜拜。